好啦，今日嘅景點就係張家界。嗰邊咧睇下都係一樣㗎，睇落去係咪一樣啊？哇唔係喎，要去嗰邊先打到喎。咁我哋去到前邊再影啦嚇，去到前邊再影。張家界歡迎你。后面有吃。在这儿吗？可以啊，先不吃嘛，先跟这找一个。那个先不吃。10块。德元正10块，德元正。唔使啊，唔買咯，你要帶咩？丁山10塊，丁山正。借埋我咪得咯，好貴啊呢度啲。百零級啫。級唔多啫嚇，不過要小心啲嚇。嚟緊咧，我哋睇到我哋其實呢邊咧全部都係石頭山嘅，全部都係石頭。正常咯。因為呢邊咧以前咧係海底嚟嘅，海底嚟。
張家界山腳。但天門山唔係搭電梯嘅咩？我哋上要搭電梯嘅喎。係啊，佢舊年維修緊咧，上。幾多人啊？60萬啦，年頭。睇唔到多少年啦。香港咁近都冇咁多人俾我哋坐車坐幾多個鐘啊？你坐飛機嚟嘅，我係2個鐘啊。你蛮显的了啊！而且你是不是故意的？哎呦！妈妈，呢個好啲，呢個差唔多。好，快點，後面有人啊！遠未？咁多啦，大家全部嚟嚇，千祈唔好嚟。去過一次11喺杭州，淨係見啲人頭唔見啊！你呢個國內嘅大家庭咧，一路將你出嚟。哇！好啦，終於過咗第一個挑戰。好啦，準備入閘啦！优惠票，已检票。优惠票，已检票，请通过人员票。已检票，优惠票，已检票，优惠票，已检票，请通过。已检票，优惠票。我哋上次唔係喺市區上咁樣嘅咧，我哋個纜車。我天門山咧就喺市區嘅。啊，係天門山我哋上次。天門山就喺市區啊，我記得。我哋啲人一唔係多，坐纜車咯。
佢架車不漏咁樣轉。但我哋上次天門山喺市區上，天門山市區我唔記得咗啊。都係呢度嘅。哇！好天喎，啊，好天喎。係咯，正啊！乜嘅月份都嚟一次。咩月份嚟一次啊？係啊，我其實好多個月份都嚟過啦。睇下呢邊點樣拍好啲，冇用啦，蒙嘅影啲玻璃唔乾淨。冇分別㗎，求其影下過程嘅啫嘛。係咯，影下啲過程。其實都睇唔到其實。好，上到先啦。好，坐纜車。呢段最多就係嗰個白龍電梯嗰度。係啊。起步嗰度。仲有咩乳膠廠？做珠寶店。你望下內。你話阿叔覺得個阿叔咁撚有錢，一定買啦！屌嗰個，你冇睇佢大聲嚟話買又買，你冇。喂，佢老婆夾佢啫，佢老婆唔夾佢都唔買啦。佢都話你諗清咗先好買。你唔好講，總之人哋呢夾佢係即係俾一卡出嚟都卡。老婆夾就要買㗎嘛。你唔好理佢講嘢大聲唔經大腦，我要使得起錢，你吹得佢脹。都幾靚啊！有冇所謂啫 ？Vlog 冇所謂㗎。Vlog 冇所謂。其實影完呢段翻去都唔會再翻，睇完一次搞完就好少會再翻睇。唔係啊，加佢發玻璃冇得搞啊！佢真係蒙得滯啊！發玻璃睇到，屌白色恤咁發玻璃。貴天門山嗰個又最長咧。天門山嗰條天梯又長啊嘛，我哋搭電梯嗰度都靚啦。但係嗰度咁少人嘅上嚟好似。搭唔貴咯，我哋上次好多人㗎，真係。係咪因為4月係好天，3月係好天？佢話淡季，即係呢個天氣唔好嘅，即係成日有雨落啊嘛。係啊。咁係，成日有雨落。但係你哋上次係幾多月咧？2月、12月。6月啦，我哋上次。6月咁係淡季嚟㗎。6月又唔係喎，仲係旺季嚟㗎喎。仲有好多人㗎，好多人㗎喎。就係排嗰條天梯都排幾耐啊？我哋。係啊。我哋上次排嗰條電梯都排好耐啦。到咯。哇！佢係大風咁樣，幾浪啊！呢度風口應該大風嘅。嗰條纜嚟㗎，出邊啲樹冇乜風㗎喎。唔係，你聽唔到風聲咩？但我感覺上都好似好搖㗎，架纜車。係搖嚟。呢度大風啊嘛。但係你望啲樹冇風㗎喎。你聽唔到風聲咩？喐埋啲樹都。啊！你睇唔到風聲咩？運動喎，好似我隻手有啲凍地喎。凍就梗㗎啦。纜車上翻攬翻條頸巾先屌。唔使。唔係啊，開始凍啦我隻手。我又。你知我隻手屌你不嬲都冷血㗎嘛，開始凍啊。我仲好暖啊，仲。上出嚟個溫度好似唔肯同咗喎。好啦，到啦。
噔噔噔噔噔噔整噔噔個台做乜噔。鬼嘢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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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嘅呢個台啊嘛，係咪先？噔噔噔噔噔哦，嘟嚕。好啦，到咗啦，好大霧啊！左手邊，跟領隊左手邊。打卡啦，阿凡達！阿凡達下晝先去啊？咁呢度係咩啊？呢度？天子山。我以為係一度地方嚟嘅添。哇！隻手都赤啊！哦，轉車嘅要。係幾分鐘幾分鐘嘅車程嘅啫。哦。可以喺度細嘅觀景台可以喺度打，唔係最靚嘅，但係咧可以打下卡，影下相咁咯。好大霧啊！好大霧啊！大把嘢影啊，陣間。好大霧啊！都睇得到嘅，都睇得到，都睇到，冇下睇唔到。我用緊呢啲嗰陣時間，我點戴手套啫又，有戴等於冇用。都靚嘅。天子山廣場。这是对着的。所以咧，我哋嘅一個行程咧就係咁樣走嘅。咁咧，我哋嘅都同大家講，除咗呢度咧係景區之外咧，大家留意下我哋嗰個嗰幾個叫咩啊？叫愛國語言教育啊！我哋所講嘅咧叫紅色教育啊！咁咧呢啲嘅話，叫我哋港澳台嘅朋友咧，就一筆帶過就 O K 嘅啦，一筆帶過 O K 嘅啦。咁咧，我哋跟住呢邊落嚟啊，嚟跟住呢邊落嚟。頭飾衣啲，我哋年代知嘅喎，啲學生唔識嘅。我哋唔使去教到外國㗎啦。教佢都冇用。係啊，佢瞓喺嗰度唔醒，你嗌佢都唔醒啊。咁用啦，背倉啦，頭飾呢啲啊，男裝啦，呢個以為啦。係。
赤喎隻手，而家我唔赤喎。赤啊！而家都仲赤啊！你都知我不嬲都低嗰啲㗎嘛隻手。做不到。他那个鞋底都没这个道。这个娃娃口，这个娃娃。说最后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纪念他，在他闹革命的地方做了一个铜像啊，大家记住。所以说这铜像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铜像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的话是来自于广州的啊拍客给他精心设计拍客的效果。你们两个要不要拍？重视全啊，重点三吨，那说这个正正，所以说里面是个实心的啊铜啊全天打造啊，大家记住。这个铜像的话，大家记住也是目前是现在嗯？有個觀景台嘅，嗰個但白蒙蒙唔知有咩睇。教你講幾多錢？我未燒啦。教你講幾多錢？嗰陣時係咩？係咯。相機都影唔到啲咩喎？呢度五飛啊！唔係喎，影相反而得喎。佢有個雲海 feel 啊，靚啲咯，但係而家你冇雲海 feel。都有啊，有雲海 feel 喎。喂，嗰邊靚喎，堅持咯。在上面，在上面。你站在那里。哇，雲海 feel 啊！走啦！又係一張埋，你都影唔到添嗰隻霧，大得大添嗰隻霧。唔係，而家 feel 呢個雲海 feel 正啊！唔得啦，打一齊。好，即刻升咗啦，冇咯。先景啊，睇下。睇到嗱，而家啲霧嘅話越嚟越薄㗎啦。啊，影下呢度都有嘅。有啲霧嘅話係會喐嚟喐去㗎嘛。影下。啊，咁你轉頭嘅話就上翻銅像嗰度 OK 㗎啦，好嘛？好。啊，11:50上到銅像嗰度 OK 㗎啦。呢度咧叫雲青岩，啊，咁咧係雲青岩呢度。喺東海咧最大嘅地方嚟嘅啦，最大嘅地方。咁咧而家我次次嚟都係土天。仙境張家界，哇！雲海雖然大霧少少，但係都值得一遊。
呢個叫做雲青岩。最尖嗰三條，最尖嗰三條啊，就叫粵北風。點解叫粵北風咧？點解叫粵北風咧？就係因為當其時咧，向大坤嗰個天子啊失敗咗之後咧，心灰意冷咧，將佢御用嗰支筆咧抌咗落去，咁咧承受咗啲靈氣咧，就形成咗啦，起身啦。所以咧啲人咧形象緊稱之為粵北風。呢一邊咧係粵北風嘅。咁咧啱先咧，我哋喺嗰邊咧就係雲青岩。咁咧啱先嘅話，大霧可能大家望得冇咁清楚啦。而家嘅話就會清楚啲嘅，嗱，咁咧我哋嘅天女獻花咧喺嗰邊。轉頭記得12點半咧翻到餐廳嗰度 OK 㗎啦。嚟，我哋呢邊，邊度有時間俾大家。天女獻花喺呢邊。仙女散发嗓门压张了，呢度仙女散发拍全景了，1分钟拿照片不好看不花钱，影响了，呢度。仙女散发拍全景了，嗓门压张，手机一猛斗了，我帮你赢了，来打捞，我帮你赢了，来打捞，呢度仙女散发拍全景了，湖人了。1分钟拿不好看不花钱，拍合影拍单人照都是10块，想拍给拍一个，你这个纪念，这个永久的回忆。专业的领导，想拍给拍一个领导。你這個紀念，這個永久的回憶。個鼻咧突出嚟嘅，個鼻啊突出嚟嘅，咁你隻手上攞。我他媽就是這你想嘛，我也不會，他是個別體現。來，仙女散發拍全景了，嗓門壓張，1分鐘拿不滿意不花錢，拍一個。嚟，好啦，咁多位朋友，可以聽得到嘛？嗱，可以聽到嗬。嚟，咁咧我哋而家嘅位置咧喺我哋嘅呢度，天下第一橋。天下第一橋點解叫天下第一橋咧？因為咧我哋轉頭咧往前行咧，就會見到有一條天然形成嘅一個天下第一橋，最高嘅溶洞咁樣嘅咁咧呢一度嘅話，大家可以睇到我哋轉頭嘅遊覽路線嚟由呢一度一直到嗱呢度係嗱咁咧，佢哋每一個點咧呢啲咧都係一個觀景台上嘅。到邊度？未到。呢個係起點，呢個係起點嚟嘅，起點嚟嘅。有啲濕喎。你話等見面冇呢？是不是在水那個？你用 Leo 得啦，影相。係啊，呢度升高，但係呢度好多樹啊，你搞唔掂。出邊咪冇乜樹咯。今日算少人喎，真係
上次逼到啊！過唔過去嗰條線啊？我哋要呢段去，去唔去回頭啊？2分鐘先落第一條，唔係呢度要回頭個第一條嚟嘅，呢度佢橫卡咗嘅，行行咯。呢度影完嘅但係呢個過去就回頭咁，好似過唔安過呢度冇影啊，唔使過啦。因為去到又翻返轉頭，嚇嗰度就要翻轉頭㗎啦。唔過啦。掉下來了。係嘛？有啲嘢頂住喺度。我搜一下。但係一陣間佢都翻轉頭，你問下佢啦。唔係喎，但係頭先佢係有路口向右手邊行，嗰條友真係。小心啲嚇！我由先喺嗰度行落去，就呢度上翻嚟，咁啊真係。行多少條路啫？下邊嗰度天然形成嘅一條石橋。呢條石橋咯，天下第一橋咪呢條橋咯。嗱，呢個門可以下低穿過去，跟住升翻上嚟，得唔得？我唔夠膽喎。唔夠膽都要試下咯。我都冇紅嗰隻呢樣。唔係呢度啊 ，Marvin 啊。落地点当家是啊，落地点当家2个索道，1次电梯，其中含1场演出9餐4个早餐5个正餐冇喐啊！嗱，我隻手都唔敢移開。喂，到你啊，翻邊啊，落嚟啊！係啊。哇！震一震添，攞嚟撳下先。就是这一点点，那上面呢？天下第一橋。然后呢，撞到哪怕你再撞太多，你都还要回到这边来的啊。所以的话，你们走得动的人就去走，走不动的人的话就不要去走了啊。哎，对，这里就是。迷雲台。
然后跟主播来到了，阿哥，我们走这边，阿哥走这边，这边烤红薯好吃，软糯香甜的烤红薯。这要不照相留影来百元办公室拍照留影来，一般一起来。来，你们要拍照的，在这边拍也很美吧？石头下中下的，哇！你看到，人都看过来，都捋不好。那个天然形成的，真有让人看着的。哎，那石头上还照。但是那就是。哦，我也看到一个什么。对呀，哦。难怪这么能听我，真的很震撼哈。我问了，我们那个讲说的中国老菜，好，老板就说，老板说点好吃的。有没有回来？丝毫不捞，还有没有？快点！雙龍泉。제섭이 전화 한번 해봐. 뭐야 어디 갔는데? 제섭이 요리니 갔는데 뭐. 어? OK 哈，1、2、3，我一拿好了，好多写我们了，你拿回去。讲两个。我过都过得不到个啷着。Hello。来一条，走，来
走累了买一条，走高的买一条，累了就买一条。¿Dónde está Lucía? No jodas, tu gafa. Se mira el faje y dentro una angustia, cabrón. Hola, tío. Hey, guys. Guys. Locura, No, tío, las gafas de Lucía, para yo poderlo ver mucho mejor. ¿Lucía? Está arriba, dame la mía. ¿Está casada? No. ¿Has dejado tu gafa hacerlo un momento? Dios, que lo voy a ver. No lo voy a ver, no. Tú también ves un poco mal con tu gafa.哇！真係鬼斧神工，張家界。俾大家睇下呢條柱。那也是，都比这也是算。这个石头子，他妈的吓死我了！呢度就係乾坤柱啊！行咩啫？Michael 都睇佢咁出啦，幫佢又手食啫嘛。哇！厲害！乾坤柱。小姐啊，你口面呢？那些人扔垃圾呀、你看到没有？破不得了，那不破。啊，这
这个在快上呢10块钱照全景。啊，你是天天关眼睛吗？那就好了。他其实在照一个啥？那我跟你。单人的合影照都可以拍，300块下绿本河水，马上炸，马上拿。干嘛？这里是乾坤柱知更林下拍全景，马上炸，马上拿。乾坤柱，好味啊！借我一下好了，拍一下空景，谢谢。小心，小心，妹子。不要拍快照呢，就给这点回去。阿凡达拍电影的地方。单人合影都可以拍的，马上拍，马上给你。哇！又踏空啦！那这个就是悬浮山。也叫阿凡达的取景。挥手拜拜，挥手挥手。可以来一个啊，这里照片。知道。666动一动摇一摇，然后飞吻一个，飞吻一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上人机航拍啊，全景视频上。一起甩出去，挥手拜拜了，挥手挥手，挥起了啊，挥手挥手。家人朋友的都可以。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那边教你们拿视频。好，下一个航拍上层。好了，可以再来个照。别往下一烧。好，慢一点，小心。现在很多条。啊，我哪边是吧？没进去。你现在摸的就是3亿8000年。
本来就是出去的，肯定是用手摸一下，不会放毒，你摸一下，你摸一下，然后手上要滑溜。哇，这上层上的挂了。阿凡達嘅家鄉。部隊夏天放晴。哇，好靚啊！太漂亮啦！ Kitty， 呢個就係我哋個導遊啦。阿 Kitty 啊，會放上網噶喎，唔介意啊嘛？唔介意，唔介意。高清补光是运车的动作。我都冇時間放啊，做得邊樣啦我？哇，好磅礴啊！犀利啊！張家界。 好啦，張家界之旅到尾聲啦。嗰兩個嘢嘅薯片。哇！有隻馬騮喎，野生馬騮喺度曬太陽。哇！好，旅程到此完畢。好啦，而家我哋坐電梯。往前面走，直走300米就是本来电梯啊。白龍天梯啦。係，仲有冇朋友需要上洗手間嘅？喂，成日幫我擺喺袋後邊得唔得？幫我拉喺個袋口擺落去。咁咧，我哋就去坐 lift 啊，嚟呢邊請。好啦，而家我哋回程坐白龍天梯。唔係啊，好似你講啦，就即係啲地
貌係特別啲咯，唔好話靚唔靚係地貌。冇馬騮嘅。冇馬騮，咁你有冇見過？聽日去金邊區嗰度就好多馬騮㗎啦。唔係正話，我喺嗰度都見到馬騮。我啱啱喺嗰邊見到3隻嘅，呢邊就暫時未見到。哦。哇！又安檢。10面入去啊！10面入去，好，10面入去。咁咧入邊嘅話，佢架 lift 有上下2層嘅，上下2層嘅。咁咧行嘅時間咧，大概咧就88秒，88秒。咁咧就入咗去，自己咧就提前準備一下手機，如果話想錄視頻嘅 ，OK。加緊。係，7面啦，7面落去。一部分排在上面，一部分排在楼下，分开乘坐一样的。佢話一樣嘅啫嘛。係咯。2層嘅。2層嘅啫嘛。好啦，我哋等到落山咯。尊敬的各位来宾，你们好，欢迎您乘坐世界第1梯百龙天梯，潘多拉太远，张家界很近。大家刚刚游览过的袁家界风景区，就是《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山乾坤柱的所在地。我们正对面的那一大片拔地而起的石峰林，由48座相对独立的石峰聚集而成，凌空俯视，它们跨越垂直光的神兵天将，所以被称为将军列队。它是张家界地貌峡谷风林风光的典型代表。各位来宾，电梯运行过程中，如果有耳鸣现象产生，您可以通过张嘴或吞咽的方法来减轻这种感觉。百龙天梯以最高户外电梯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其运行总高度为326米，以每秒5米的速度匀速运行。一次登程，我们仅需1分28秒。各位來賓，電梯即將到站，感謝您乘坐。我以為全程玻璃嘅添。唔記得咗啊！唔記得咗啦嘛，幾好笑啊真係。好啊，白龍天梯，開心開心。冇啊，冇話靚啊，話佢咩啫嘛？幾多秒上嚟呢度咁啫嘛？係喎，鳳凰古城嚟嗰度。嗱，哦。呢度啊，夜晚唔俾飛嘅。
夜晚唔飛得。夜晚你有黑飛咁樣可以。大陸唔俾黑飛嘅喎都。夜晚冇人理。鳳凰古城係一隻市區嚟嘅喎。嗰度都唔算係市區，我見好多唔都。不過講真，紅磡片算打啦，我哋嗰隻機。係咯。南區超到撲街。你媽平唔使諗啦。来，我们啊，沿着这个船上大家往上拍一下，这一面是八大江眼，对江阴对啊。那么这个山背后的这里面，它是河北对面，就在那个大山里面，山的背后。哦，白龍天梯就呢度啊！呢個咩將軍咩啊嘛？話一排將軍啊嘛。名字嘛，我得扒的。哎呀，这是用啥子叶子？何必用的？哪个用？把它捞出来用。绿是用的。这是用的。呀，这是没用啊，挂的。这是没把纸搞掉。那买的是那个点上的，你拿多少？好了，呀，那以后就掉。那点毛，那个孩子把你放掉。哎，佢快啲拉公跟手跑，这个黑色都是穿的，家里这黑出来就是叫，这电用的用的叫，呀，不能用的，是呀，呀，然后，零开始，呀，那就。好的这里啊，好大的，来这，呀，这个来这。来，好，上吧，好。如果需要拍照的，可以帮你们拍那个家庭照都可以啊。我拿的。拍家庭照的话，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如果拍那个家庭照，在这个地方。呢個就係白龍天梯啦，我哋嘅張家界嘅出口啦。天下第一梯，好，到此一遊完畢，張家界。張家界千古情。
嗰陣未開始 vlog。哇！九尾湖，九尾湖啊！咁出名嘅九尾湖你都唔知？
喊出我们的气势。春来便是桃花水。飞回来了。